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？小慧，哎，爸。哦，这个是我的同事，叫张玲，也是我很好的姐妹。小张你好，白叔。到家里坐坐吧。哦，不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那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小张，有时间来玩。好，慢点啊。小慧，这么晚去哪儿了？我跟张玲逛街去了，还买了你爱吃的糕点心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晚上不管去哪儿，必须跟爸爸说一声。哪来的脾气啊？我说倩倩她怎么昨天没来啊？不知道，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？哎，我上次听她说好像是，最近妈妈身体不太好，应该挺严重的。明天咱们俩去看看，行啊？喂，还在想某汉车间的事故啊？纠正一下，未必是事故。你是说有人故意搞破坏啊？谁呀？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？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？我们那是科学讨论，各自论证自己的观点，没有输赢。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经过科学的论证，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。怎么看出来的？那你要是赢了，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？咱俩认识这么久了，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？你对了。我的方案啊，帮水利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，至少让我们少走3年的弯路。3年？嗯。笑什么呀？又笑又笑。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，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，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真的能帮我们省下3年的时间，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！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，值了。哎，合着你现在觉得不值呗？你自己想想，你之前对我什么样？那一天天较劲，不是我说你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你现在在我眼里，就是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。我觉得你现在身上散发的那种光芒，已经完全掩盖了你那一大堆的缺点，还有点让人崇拜。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？我怎么听这么假呢？假吗？啊？我说真的，之前我觉得你是被老虎追着打的人，现在觉得你是打老虎的武松。行啊，我可喝不来18碗酒。我认真的。知道。小慧，哎呀，怎么当上护士长了？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？我哪有？你别瞎说。啊？你当护士长了？你小点声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能选我当护士长，我就是赶鸭子上架的。正好你们俩在这儿，帮我想想这护士长该怎么当呀？这还不简单？以前怎么被人管了，现在就怎么管别人。领导在你眼中的不足之处，就是你要引以为戒的地方。这还不懂？不是，我觉得葛云姐对我挺好。小慧，张扬说的对，以前你什么样，现在就还什么样。我觉得这个护士长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你们俩刚才笑什么呢？笑他是打虎的英雄。你能换个词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用一支笔帮国家水利工程省了3年的时间，这还不厉害？真的？陈队长啊，陈队长打水吗？我来吧。哎，别，我这呢也在床上躺的时间有点久，我该运动运动。小心伤口了。椅子要放进去。
把手拿出来。开会呢。厂医院呢新来了一批实习的护士，白慧现在是护士长，得给他们讲讲规章制度。欢迎你们来到厂医院实习。好，我们厂医院那你先忙不同于其他医院，好，既然来了，就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希望你们能铭记护士誓言，以后你们每2人一组，跟老护士学习。实习期间严格考核制度，任何一处错误扣你们10分，带组老护士扣5分，包括我在内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解散。扣那么多分。干嘛呀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你这护士长当的这么严厉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就你能笑话我？我哪敢笑话你呀？一下子来这么多人，我不严厉一点，以后怎么管理啊？那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？不是，哦，傻丫头，不是姐妹是什么呀？干活去。那你得跟我好啊。有没有进展？我们查了啊，出事前一天晚上，总共有4个人不在宿舍：莽汉车间的武瑞、王峰山，木工车间的赵小飞，还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想到，机床车间的杨德山是。杨德山，武刚来的那个。对，就是他。他说他那天晚上啊去他老乡家喝酒去了，喝多了就一宿都没回来。落实了吗？落实了，他那天啊确实是在他老乡家喝酒。不过呀，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，就是这个杨师傅在武钢的时候拿过插钢丝绳的冠军。一个车工会插钢丝绳？我们了解过了，他说他们要拿这个钢丝绳吊装基建用，所以啊也得掌握这门手艺。市局化验室的同志在咱们发现那个签子上有新的发现，你看，冷却液。对了，机床车架降温用的。你们都在啊？窗台上的鞋印经过鉴定，跟厂里发的胶鞋一模一样，鞋码42码。杨德山鞋码多大？42。看来这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杨师傅呀。除了他以外，剩下3个人都去哪儿了？木工车间的赵小飞呢？出事前一天晚上突然高烧，在医院打了一晚上吊瓶。武瑞和汪峰山是莽汉车间的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还没问。红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既然线索都摆在这儿了，查。这实验突然喊停了，不是因为上次掉下来的事情吧？这也是专家组的决定，咱们就不要多问了。啊，邵主任，这车间里每个人您都熟悉吗？知根知底，咱们厂的，还有几个是眼皮底下长大的，都了解。有没有不守纪律的？不守纪律倒不至于，但调皮捣蛋的肯定有。我们莽汉车间年轻人多，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，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，不太可能。武瑞和王峰山这2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？那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，勤学苦干，要求上进。特别是那个武瑞，跟他师傅一个样，心灵手巧，眼里有活。那个王峰山能力差了一点，但是也是要求上进的，就是话少，脑子里啊平时不知道想什么。彭官，他们俩有问题啊。出事前一天晚上，您知道他们2个在哪儿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下班以后我也管不着他们呀。好，我们了解了。啊，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？在工厂里，是块石头都是公家的，更何况你拿的是电石。电石又不值几个钱，我们就想做个乙炔灯，晚上回家照个亮。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今天拿一块，明天拿一块，
时间久了就成毛病了，知道吗？杨师傅，那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，卯汉车间的武瑞他也拿了。他是宝汉车间的，我管不了。你是我机床车间的，我就得管。好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拿了。知错能改就好。哎，去，帮我拿副新手套，招呼人，帮我办冷却液。哎，杨师傅。哎，公安同志，看你们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，找我有事儿？杨师傅，我们呀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。哎，好，想问您一下，这个前天晚上您有没有出过场？哦，我跟我们厂总务处的老张是老乡，我们出去喝酒去了，晚了没回来。喝酒还有谁？哦，还有工厂厨房的老霍，我们也是老乡，单杯多喝了2杯。杨师傅，哎，手套。哎，好。杨师傅啊，您怎么要了一副新手套？您的呢？哦，我之前那副丢了一只。什么时候丢的？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，也不知道丢哪儿了。这手套我们车上根本就用不上，也就平时搬东西的时候才用。杨师傅，像这种冷却液，平时除了您这儿有，还有哪儿有？也就我们这儿用，给车刀降温用的。好，我们了解了，谢谢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，哎，我忙去了啊。来，过来几个人。哎，裴章，这希文怎么一天都没来？从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么久啊，希文还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打击呢。帮我这边再送一算一个。好。你快点，希文，干什么呀？真的，他算不出来，快，他算不出来了。什么算不出来啊？丹阳不是在这儿吗？希文，这道题啊，还只有你能算出来。是吗？来，你看，烤地瓜，哪来的呀？王技术员给的，我找了个电炉子烤的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还烫着呢，来，给你吃。谢谢。哎，正好，我还有事儿找你们商量。丹阳，你看这个，按照你的方案往下计算，我们可以在潜艇的外形上做改变，这样让潜艇更加的稳定。如果能加快钛金属的焊接问题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耐压舱实验了。那如果现有的结果能够得到一一验证的话，我们水利工程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啊！对，希文，你这2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就要算这个？不然呢？我们都以为你受打击了呢。我不至于这么脆弱。作为一名科学人员，我能连这点战胜失败的心都没有吗？说得好。丹阳为我们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计算结果，为我们节省了3年的时间。我要不向他学习，反而消沉的话，就太不称职了。说得好，我提议咱们为季丹阳同志鼓掌。别！大家，其实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。我一直觉得，我一个算数学的，跟潜艇实在是沾不上关系，所以始终感觉融入不了大家，有些孤单，甚至有些失落，而且还找不到方向。直到这一次，我不仅觉得我融入进来了，而且很荣幸、很庆幸，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。真的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为咱们鼓掌。好。葛主任说，夹板虽然拆了，但你这手臂还是不能干重活。没事儿，我年轻，我是革命的工人，得抓紧工作。师傅说过，车间呢就是工人的战场，轻伤不下火线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忙。副部长，3点小会议室开会，别忘了啊。知道了。护士长，怎么了？你前2天还是护士，现在就是护士长了。
这么年轻又这么优秀，我得向你学习啊！护士长一定要年龄大吗？大工匠可是要熬年头的，你们不需要吗？你跟你师傅学多久了？我跟我师傅就是学一辈子，我也学不下来他的本事。所以现在来看，杨德山的嫌疑最大。当然了，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。如果真的是敌特破坏，目光不能放在他们3个人身上，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他们不在的关键。啊，武瑞的师傅牛佩仙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好像是在忙什么钛合金焊接的事儿。那杨师傅呢？正带着工人们在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呢。钢签上的冷却液有方向了吗？还在查，目前为止还不能断定就是杨德山所为。红梅啊，像牛师傅和杨师傅这种大工匠，我们一定得注意保护。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，更不能影响工人的积极性。明白，凡事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对吧？嗯。陈队长，该换药了。红梅姐，好。白护士长啊，亲自来换点滴啊。什么长不长的，都是一样的工作。队长，红梅，武瑞出场了。这小子要干嘛呀？这是？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，跑这儿来抓虾摸鱼来了。这小子偷乙炔就会做个乙炔灯。我去河边啊，就是去捞一些鱼虾，给师傅做虾酱。他在海边长大，食堂的东西有点吃不惯，我心疼他，他也好这口。你知不知道，乙炔有很大的危害性，这能随便偷？哎，关同志，这可不敢叫偷啊！乙炔在我们卯焊车间不算什么稀罕东西，门口就有，随便拿。之前在别的工厂，就是用它做这乙炔灯，就是为了晚上照个亮，比手电强，省电池。你们车间发生事故的前一天，你不在宿舍？哎，我也是去捞虾去了。这个虾酱需要很多虾。你胳膊还没好，就下水啊？哎，革命工人嘛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我是急着孝敬师傅。看不出来，手还挺巧。哎，你们要是需要啊，我给你们做一些，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弄。如果回火呢，这东西就会炸。就像我们工作中呢，如果操作不当，那半个车间就给掀了。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？什么原理？乙炔呀，哇，哎，遇水就会形成可燃烧气体，燃烧气体遇见火就容易炸，就是味儿不太好闻。味儿够大的。吴瑞，小心哑炮！我们要炸药，就一响。师傅，2块钛钢板焊上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啊！可以啊！是啊，牛师傅，还得是您，不愧是8级工匠。这什么事儿啊，都经不住琢磨。这金属遇上高速撞击，它肯定能焊上。吴瑞，哎，浇水降温。好，快来！牛师傅，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小事儿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哎，走。我研究这么久炸药，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焊接用。他们打报告要炸药的时候，还吓我一跳。炸药数量对上了吗？对上了，没用多少量。以后啊，如果还要用这种办法，
炸药数量一定要盯紧了，而且要有专人负责，少一颗都不行。行。多亏了牛师傅，你相当用爆炸的方式焊接上，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。有了这关键的这一步啊，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密封舱的实验了。哎，主播，密封舱是不是要过一遍实验水池了？密封舱是要模拟深海水压的环境，是艇体耐压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测试。咱们要进行的是陆地上的综合实验，所以我要亲自下舱。亲自进舱？主播，第一次就有人员亲自进舱，不行，危险系数太高了，不能用小动物代替吗？小动物又看不懂压力表，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所以啊，这是关键的一步，你计算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差错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谁啊？是我，丹阳。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陈队长。哎，行，进来。好。哎呦，干净了不少嘛，这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宿舍的样子嘛。你不会又来检查房间的吧？没有。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交出来。来，让你打开。哎呦！你怎么也有一串？白慧给的？想哪儿去了？我特意找车间的牛师傅给你做了一串。这我可不能收。这个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，这石头里面含有钛元素，万一要是耽误了实验，我可担不起啊。我们现在有很多钛金属，不差你这一点儿。这可是我第一次送你礼物，你好好带着。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你这突然这么正经，还让人挺不适应的。哎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人白慧送我的，你这顶多叫完璧归赵，差点被你绕进去。那我再送你点别的。什么呀？嗯？没想好呢。嗯。回去想去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我让你回去想去，想一想，好好想想。哎呦！对，我知道。是，胡秘书长。报告。进来。主任，叶夏杀了安文山。您知道了。刚刚接到海外消息，安文山一直不肯配合，叶霞等人试图去盗取资料，被发现了，情急之下杀了他，已经伪造成意外的假象。让叶霞赶快回香港吧，千万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。是。主任，卢门那边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实验。密封舱。他们都进展到这一步。张局长，您找我？
丹阳，虽然难以张口，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。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因煤气意外身亡。啊？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探他的近况，通过爱国华侨，我们知道了他的消息，但是我们判断那个应该不是个意外，凶手应该是在香港阻拦你回国的叶霞。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的阴谋的话，那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丧心病狂。丹阳，我希望你能够继承他的志向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水滴工程当中去。我觉得，只有水滴工程成功，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。怎么一个人坐在那儿？出了点事儿，他得需要时间消化。什么事儿？走。丹阳，哎，季丹阳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饭必须要吃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能饿着自己，听见没有？丹阳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不吃饭身体会坏的。丹阳，葛主任说你就是精神压力造成的胃痉挛，才引起呕吐的，建议你多休息。打完了，那我回去了。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？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应该住院，放下工作，别胡思乱想，这样我还能专心照顾你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。毕竟，水滴工程因为你节省了3年的时间，大家都很需要你，而且也都等着你能尽快归队。我先回去算数据了。丹阳，丹阳是不是没在里边啊？他一直在里面，他是因为安文山，我能理解，我担心。别敲了，进来吧。我在算压力差，能不能别打扰我？你还是去办公室算吧，这样我们也好帮你了。不用，我快算完了，不用担心我。你现在状态很不好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这怎么行呢？我来帮你算吧。数学上的事，你还信不过我？张护士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。你没有看到炉子上正在熬药吗？我看到了，
所以我很小心的在打扫。我告诉过你们，护士长煎药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准进来这里。你没长脑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把药倒了啊，倒了。怎么回事？大老远就听见你又在那吼的，又怎么了？珊珊，这马彩霞是你的实习生吧？你没有告诉过他们，我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许进煎药室。杜芳的事情你们都忘了吗？楚宫的药都煎完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咱们是普通医院吗？白慧，行了，别吵了。这是给专家的药，所以必须谨慎，这是规矩。马彩霞，你把药倒了，我重煎。长点记性。慢点啊！白慧，你至于吗？珊珊，别的事儿都好说，但这是给季专家的药，我真的不想杜芳的事儿再发生第二次。听见没有，珊珊？还有啊，咱们几个熟，叫白慧也就算了，可是当着实习生的面，你是不是要叫声护士长啊？烦人！这个珊珊，好在没让她当上护士长。你也是，明知道珊珊就是那脾气，你还跟她吵。你跟珊珊都是我的好姐妹，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以后就让着她点儿，别跟她争了啊！我心里有数，我这不也为她好吗？抓药吧。谁啊？进！我说了，我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喏，葛云姐让我给你煎的药，我爸的方子管用。哦，谢谢。放那儿吧。你多久没休息了？没事儿，马上算完了。你这样，我跟红梅姐都很难受。别动它。我建议你先把它们收起来，看着这些，你的心情怎么会好？这是我的事。谢谢。汉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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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瑞，来，我说你胳膊折了，腿也折了，让你拿个汉条，你磨磨唧唧的，你脚踩着棉花了。难道一天一夜没合眼了？我们是打铁的，也不是你还犟嘴！我看你就是懒驴不上磨，你欠抽，你抽我可以，小心你血压。你少气点我就好了。那，哎，哟，哎呀，真不错，哎，真好。牛叔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你啊！您辛苦，您辛苦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多好啊！哎，书记还好吧？你们来了。书记还跟你说，一切正常。多跟专家学学。主公啊，哎，我们焊接这块儿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。接下来就等你的安排了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！这个实验舱啊，第一次进人，还是要慎重。楚公，只有我最适合进这个实验舱，我了解里面所有的构造，而且我要拿到第一手数据，这对咱们之后的实验特别的重要。资料很重要，但是人更重要。楚公，我不想遗漏任何的数据，
你也知道这个密闭舱对水滴工程是多么的重要。我相信自己的设计，还有丹阳的数据。这次实验我必须进去。百惠，哎，红梅姐，你们也都在这儿了。上午接到通知说让我们也来参与，应该用不上我们吧？哎，用上了那就是事故了，别乌鸦嘴啊！他的状态好点没有？没有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师傅，你说这东西只能钻进去一个人，潜艇的内舱就这么大点儿吗？就你问题多，把该干的事儿干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就是好奇啊，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潜艇啊？那才是一个大愿望。同志们辛苦了，出工了，鼓掌！辛苦了，同志们，同志们辛苦了。报告主公，实验舱检查完毕，可以随时开始实验了。好，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，同志们，潜艇长时间在水下工作，我们的实验舱就是要创造一个让艇员在地面气候下的生存环境。如果这个实验要是成功，我们的水滴工程就会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。感谢你们，感谢工人师傅，你们发扬了不怕困难、勇于拼搏的科研精神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个实验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主公，我们首先要感谢丹阳的海量数据，还有牛师傅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的密闭舱也不会这么快建立在这儿。感谢牛师傅，感谢牛师傅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牛师傅，辛苦了。主公，我是觉得这个舱有些狭小，只能进一个人。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，让我进去吧。主公，我最熟悉实验舱内的操作，还是我来吧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密封舱的数据都是我算的，让我来试试吧，主公。大家听我说，舱内空间狭小，还是让我进去吧。我设计的密封舱我比较了解，你们在外面监测数据。西北你，主公。媳妇儿啊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一切要小心，一旦遇到危险，马上按警示铃。主公，来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第一次模拟潜艇的实验舱实验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舱内压力正常，氧气装置正常，舱内可以正常呼吸。如果想到咱们的潜艇官兵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待上1个月，甚至更长时间，想想这滋味就不好受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。库杰，哎，多长时间了？实验开始计时到现在已经11分钟了。如果空气控制系统没问题，那它能够坚持1个半小时。
我看大家都很紧张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这是密封舱的第一次实验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，便会引发窒息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以沉默表达。